大家好，呢部就係星火智能改卷神器，佢亦具備掃描同埋打印嘅功能。接落嚟，等我示範一下整個自動改功課或者改卷嘅操作。呢啲都係老師未改嘅功課。開始掃描，1分鐘可以掃描幾十份功課。掃描之後就可以開始自動改卷啦。大家可以睇到呢度已經有一啲改好嘅功課，就算有塗改過嘅地方，都唔會影響批改結果嘅噃。包括我哋可以睇到最後一條嘅地方係需要一啲步驟嘅，我哋都可以根據啲步驟去做批改㗎。我哋集成多年批改高考嘅經驗，可以實現作文精確嘅批改。跟住我哋嚟試下將批改嘅結果印喺功課上邊。我哋係模擬真人嘅筆跡，睇起上嚟就同老師改係冇分別。跟住我哋為呢份作業或者考試進行分析。同學一般嘅問題就集中響5、10同埋12題。知識嘅掌握度亦可以分析出嚟。綠色代表掌握，黃色要再努力，紅色就係未如理想啦。右手邊仲分析咗學生嘅核心素養添。我哋嘅星火大模型更為老師準備錯因分析，慳返老師花響呢一方面嘅時間。老師只需要根據我哋嘅系統分析，為學生對症下藥，幫助佢哋掌握技巧，拔尖補底，更加有效率咁進行個性化教學。我哋嘅系統已經可以根據每個同學嘅情況，建議個性化嘅練習。呢個功能精準幫助同學掌握較弱嘅項目，同時唔需要加重老師嘅負擔。打印出嚟嘅係個別學生嘅報告，上面係作業嘅成績，而下邊就係根據學生情況嘅優化建議。